各种各种嘅风凉，风吹啊过来，向出后堂嘅上，每位台湾人在山上加添嘞幽默嘅轻佻。目前草台应该调整风凉，谈起来本人有一种轻稳的感觉。随后嘅调整风凉，谈起来就像係水晶任何口中安後堂。還有做個做嘅風涼，是係做人直破嘅美感。下那多嘅係兩隻，第兩位長就嘅表面風涼，點點棍嘅上，本人吃到貴氣動強鬆。它很會吸水，很輕，風一吹，聲音很脆。所以我們研發了10年以後，就知道說，原來是白雲土。它是做風鈴最好的一個材質。超正係兩間店嘅挑價，喺台灣豆腐街行困入10年啦。當然迎客來來去去，佢總係把握機會將兩種表面風涼燒解本大家。好，那我們現在來發這些材料了哈。來，藝術它是沒有對錯的，就是說你自己看起來非常的漂亮，我很滿意。很美，很有自信，就 OK 了。古靈應下改變傳統，此入發揮創意，所以從頭到尾就本人想唔到嘅作品。你這個你想要畫什麼顏色啊？你這上面也可以畫一些海鳥，就是一個圓形或是半圓形組合在一起，它就是一個很美的我們中國的圖騰。32年前，超正係一間公司會計，幫每啲老美社經營下，自家出來創業，做表面風涼，將開始資金技術物價都冇，唔過佢曬咗5年水精神，佢認為做出天錯，唔本人看冇。我之前係完全冇錢咯，做去表費嘅，表來個月上班上多錢，做發薪水啊，所以。家下一唔可以講吃到千句，一按叫也唔記得你啦。所以對我嚟講，老天爺可能對我當好啦。我要本人記唔得，貨一年點錯，係年咗一年大咯。阿員工少我，結果我都留單，同阿飛機講，我講唔搞我樣嘅塔，佢下晝我都下一天都必須要贏佢啊！對話，所以我管理工人，我一天我自家親身落去去做。物價都唔曉未夾從業。超正講，全國係專為自家好冒險嘅身體，尤其係兩種表面風涼，做起來是比立體嘅還難。表面呢唔能糾索啊，要比走嘅唔將做得去燒啊，所以佢喺熟索嘅時節攪起來較夾難啊。啊，唔係講立體嘅唔可以啊，佢盤咩，佢索嘅嗰樣嘢嗬，佢就唔會變形。我做差唔多70年㗎嗬，做研發出來就講0.3米嘅個盆泡，千好糖上千香，下個燒家下咩較好燒啊？無色嘅拍入內總帶住空氣，為處理咗真空狀態，用住天空50度嘅高溫燒出來過後，就變做純白色嘅，所水性強，所以塗色當方便。破損的個數量十分的大，差唔多藥房少咪重要，所以按啲東西一般冇人去做啊。風涼做好，用半夜傳起來，咪係預着太好門。那我們的風鈴呢，是要順時鐘方向。我們首先把台灣放在最上面一個，拇指跟食指拿着線，那中指把這條線往後面放，然後呢，它就變成是一個圓圈，再從食指拉下來，這樣子就綁好了。它的間隔呢，就是撞一半，因為你一定要撞得到，它才會有聲音嘛。主持人超人工廠都係外銷為主，因為產品品質好，都受到歐美市場嘅歡迎。不過因為傳統產業規則太寬緊嘅門路，苗栗當道嘅投資工廠相隨晒走，超人當日未受到衝擊。68年開㗎嚇，89年就已經動脈落嘅，佢就去大陸投資嘅，已經走出去差唔多怕幾十年嘅，我就行一次到台灣，因為我想，你緊要留到台灣，冇辦法，全部都可以，人生唔係做前天嘅啦。唔就唔過下年會生存下去，
所以为难我想办法。我没有你按多件，你要我全部做出去就做唔得的啊！那留到呀，当然转型动要紧，要变。啊，一开始就转型啊，就去摆摊呢。啊，同样我小孩咩？哦，董事长人家摆摊的教师，啊嘿嘿嘿嘿呀，啊做摆摊的教师，佢唔係講沿海有地位嘅理想老目標。對做起讓回歸做推廣，轉做自家創立品牌做內銷，甚至去擺攤呢。吳秋俊的5件嘅市場當中，簽到就跳出路。唔單止咁樣，新年之前對台灣到台灣嘅街路行開了2間風涼店，咪突然出面用自家經驗改善環境，寫哈那多嘅人下落來。你像糾紛，因為佢離台北較全嘅嚴重到啊，啊，人家到尾做一個人自家按努力，第一就講環境創業白樣嘅，環境天一名嘅，全省天一名嘅，按自己啊，要繼續睇個互相啦。係啊係啊係啊。好，可能自己咁耐冇，大家冇啦。無論係自家嘅事業，也係做社區工作，唔認輸嘅吳秋俊總係堅持做得好。出場係兩日傳住傳嘅風涼腔中，隨簽到錯嘅國土，風吹入過去，出為響起，就讓有好睇嘅幸福。